大家好，我係天 Sir。咁之前有講過下一啲關於公開賽啊，或者非正式嘅私人比賽嘅分別啦。咁而家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，哇！咁究竟我哋去參加個比賽啊，我哋點樣先攞到獎？點樣先贏到？或者點樣先做到代表隊呢？咁好簡單嚟講，只要你有絕對嘅實力，其實你大約打1年嘅公開賽，你次次都攞個冠軍翻嚟，咁基本上1年之內你都可能做到一個代表隊㗎啦。因為成件事，我哋根據個排名嘅準則，第1名嘅分數係會最高嘅。你連續成年次次都係你冠軍王，你嘅排名就會即刻急速上升，都彈咗上去嘅。咁所以，主要你喺絕對嘅實力嘅情況下呢，真係喺幾年之內，甚至1-2年之內已經可以做呢一樣嘢㗎啦。咁但係排除一個絕對嘅實力啦，哇！天上我就係唔夠打啊嘛，咁究竟我哋比賽點樣先打得好啲啊？點樣先可以高排名啲啊？攞更加好嘅成績？好老實講嘅，咁其實就係要打比賽攞獎，首先就係要變強咯。但係而家喺香港，因為我哋而家都算攞咗幾屆嘅奧運嘅獎牌啊，咁所以喺香港嚟講，劍擊已經成為一個好熱門嘅項目。你要贏嘅話，你即係要同人競爭，而大把人已經付出咗大量嘅時間同埋金錢喺呢個劍擊嘅訓練上邊。你要好打過佢哋，首先就係你嘅身體質素有同佢哋同樣嘅要求先咯。即係有啲人1個禮拜已經練6日7日㗎啦，特別你係做代表隊嗰啲，可能全職運動員嗰啲，佢由朝到晚都要練習，佢有一個時數嘅限制，一定要去咁樣返工返學咁樣去訓練。咁你要去攞佢哋個位，就要拉佢哋落嚟，你先坐佢個位㗎嘛。呢個爭凳仔嘅遊戲，咁佢練當佢哋1個禮拜練6日，你1個禮拜練3日，佢嘅身體質素係你一個 double。你要打贏佢哋，就係首先你要提升你嘅身體質素先。首先你有相同嘅身體質素，你先可以講策略、講劍術。如果唔係，大家個身體質素都唔一樣，佢都唔使同你玩策略，佢正常普通嘅反應啊、速度啊、力量已經夠打爆咗你嘅。就算你再有咩再好嘅戰術都好，都可能運用出嚟。如果講例子嘅話，當我哋小朋友同大人嘅格鬥啊，好啦，你要3歲嘅小朋友對一個完全眯埋眼冇智力嘅大人等等啦。OK， 鬥力量、鬥打法，就算一個大人完全唔用腦都好，都會打贏個3歲嘅小朋友。因為成件事唔係個策略嘅問題啊，而係3歲小朋友嘅身體質素真係打唔贏個大人啊嘛。咁我哋運動員更加係咁樣，一個有操練開嘅人嘅身體嘅反應速度係絕對唔係普通人比得上。你有練過，但係嗰個質素推唔到上去嘅話，都係會有好大嘅分別。所以訓練量係非常重要喺呢一方面。所以大家我會俾個建議大家嘅就係，如果你真係好想去攞獎嘅話，首先你要提高大量嘅訓練量。咁究竟時間、金錢負唔負荷到？負荷到，你真係好想嘅，咪去做咯。你負荷唔到，你唯有調節自己嘅目標，咁咪唔好攞咁高嘅冠軍咯。可能攞8強啊、16強啊、32強等等。咁呢啲會比較容易有滿足感多啲。唔好因為見到，哎呀，大家攞完個奧運冠軍，我都想喎，我都想做港隊喎。係嘅，係得嘅。即係劍擊亦都有啲人20幾、30歲都可以打到上去嘅。但係成件事，人哋有付出到喎。咁所以我哋需要嘅就係付出先。喂，如果有個人話俾你聽，哎呀，嚟我哋呢個練習唔使練習㗎，你都可以攞獎嘅。我以前有同啲家長或者同朋友 share 我嘅感受就係，記住錄音話俾佢再講一次。佢話唔使練習攞獎啊嘛，可以做香港代表隊喎，嗰啲幾好。如果做唔到嘅話，錄音阿 Sir 以前講過嘅喎，做唔到嘅退錢啦，唔該。哇！成件事佢講㗎嘛，咁佢我俾完錢，俾完學費，又話唔使練做到，結果唔得嘅。咁但係我相信都冇乜人咁樣講呢句説話，因為劍擊嘅競爭就係咁大，就係要同人打。你點解唔練習會好過一個練習過嘅人呢？我哋就算再好嘅策略，就係頭先3歲到30歲嘅例子咁樣，你有更加好嘅策略，3歲都好難打贏過30歲㗎嘛。仲要你咁多人，即係可能100個人入邊，你要打贏咁多人成為冠軍喎。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遠大、非常困難嘅目標，所以你要贏嘅話，首先要鍛鍊好你嘅身體先。你嘅身體追得到上去，你先可以同嗰班人競爭。如果你冇呢個心理準備嘅話，我會比較建議，不如自己玩劍擊玩得開心啲先啦，唔一定有目標先嘅。可以你 enjoy 呢個活動，將嚟玩1年2年啦，即係覺得OK 喎，幾中意玩喎，先慢慢加大你嘅訓練量啦。唔好一開始就諗住我要成為世界冠軍，我要成為奧運冠軍咁樣打住，因為咁樣打嘅話，你會有唔開心嘅感覺。你一路打一路輸，但係你又唔增加你嘅訓練量嘅時候，你會懷疑自己㗎。
但係反而你諗住開心住去打嘅話咧，你會更加容易去長久玩呢一個運動。慢慢地你真係有興趣嘅，先慢慢加大你訓練啦，慢慢越學越勁咯。咁你先會有得同最勁嗰班人競爭，先有下一 part 可以講，就係策略啊、劍招嘅方面嘅互相克制嘅嗰方面可以講。如果唔係單純人哋高 level 咁多，都唔使怕你嘅克制啦，因為佢已經太勁過你啦嘛，已經就好似我哋打機嚟玩 Pokemon 咁樣。係啊，你係一隻火屬，人哋係一個火屬性啊，你係水屬性㗎。正常上你克制佢，但係佢100 level 喎，你5 level 啫喎。佢點打？屬性克制住你，即係你克制住佢，佢都可以反過嚟碾壓翻嚟，就係一個 level 嘅問題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比賽攞獎，首先你係要提高自己 level 先。但係你發覺我冇咁多時間去鍛鍊嘛，咁調節下自己目標先啦，玩得開心先啦。呢啲係天上個人俾嘅意見啦。好啦，對今日教學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問嘅話咧，歡迎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。我係天上，我哋下次再見咯，拜拜。